秋天迎接百货周年庆，位伫台南火车站前的中山路，这间连锁的百货业者，目前一楼大厅四界看得到迎接周年庆的海报。业者祭出市场上强的回馈阵容，推出会员上爱的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点，全馆累积满5000送5000点，而且还有侪快闪商品。中山店2025周年庆在10月9号登场。那我们今年呢，其实携手馆内的百大品牌，推出了百组我们中山独家的特惠商品，包含就是化妆品，我们有跟兰蔻啊、雅黛推出明星商品以4、5折就可以买的特惠组。那服饰也有100件的千元有找的商品。那如果是家电、床寝，都可以用扣点来用5折来兑换。那除了这些商品呢，它除了本身的优惠价之外，其实周年庆期间如果搭配满千送千点，还有中山店独家的卡友礼，其实都是最佳的入手的时机。今年其实我们在甜点的话有5大的快闪，包含就是台南很有名的福拉咖啡，然后还有就是红叶蛋糕，它是线上快闪，但是线上都可以买到他们的明星商品黑森林啊，或是樱桃蛋糕，这些都可以买到。那除了美食之外，其实刚刚有一个还没有提到的是美丽台，我们星光3月自营的，就是有台版 Sephora 号称的这个美丽台，它在我们首饰日就是9号到12号会在1楼也会有个快闪。那它会带来就是目前可能没有进驻台南的一些独家的日韩的一些美妆品牌都会到现场。另外，业者的点数除了会当使用点点成金来消费折抵以外，业者嘛加加了15档，再度加超人气的 IP 史努比推出13款，兼具女性甲着疗愈感的系列精品，只要扣点或者是加价，就会用来兑换。同时，还有南部独家。扣100点就会用来抽 iPhone 17，同时还有豪华卤素饭店会用来兑换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